1 Cô-rinh-thố 13 thì 4 節 anh樣講到，家嘅愛都要用嚟嘅心，愛都要用嘅唔係黐住嘅心，愛都係很要喜樂嘅心，愛都要和平要恩慈嘅心，呀，要用嚟嘅心，要溫柔嘅心。嗰都係上帝嚟嘅愛，而家真係要上帝嘅愛充滿咗而家嘅心中，上帝嘅愛啊，而家曉對付呢個世間呀，對付一切，馬計咪到而家誤送，而家能夠用上帝嘅愛嚟去對付，可能而家落坡咪按多講按多飲，而家咪心上冇做事做學嚟講，而家要上帝嘅愛，而家能夠大家嘅心上鉗下去，係咪啊？而家要嚟邊來啊？啊，因為上帝嘅愛錢能夠恢復而家嘅心中，係啊？可能而家三回朋友家咪到五順都而家。思想自家咪發脹，自家咪自由不壓，係啊！苗沙回講，你對我廢，我要對你都個廢，但係自家上帝嘅愛交出，自家嘅鐵人，自家都很愛，原諒嘅，禱告本嘅，祝福本嘅。啊！呢一個冇上帝嘅愛，自家問一本事做啊！自家冇本事做，就自家識了解識細，自家啲啦講個愛嚇，自家依靠自家真實嘅愛，越天冇本事，係講用上帝嘅愛充滿咗自家嘅心中，自家用上帝嘅愛嚟對付，種種得到方便，係咪啊？家庭都有方便，朋友家方面有方便，有聯合，工作嘅方面自家做到有方便，有符合，種種用上帝嘅愛，因為上帝嘅愛冇限制嘅愛啊！啊，我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呢個福音嘅，你要聽呢個福音，你打開心，請耶穌落你嘅心中，我相信越天自家做到人都按快樂，要方便嘅人，有本人得福嘅人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都撒感恩，我都撒禱告，哈利路亞，阿門。